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開箱 CX18 Random Booster 嘅腕龍古邊 OW570NR。腕龍古邊咧係 CX 擴充系列入邊嘅持久型陀螺，佢入邊咧就分別有紫色、黑色同埋橙金色嘅，佢哋嘅配置全部都係相同嘅。咁樣咧，你抽到邊款咧都係會有佢嘅新零件玩嘅。咁佢咧就會有賽場大熱嘅 W 輔助印啦。咁只要購買 CX18 嘅抽包咧，就一定會有 W 噶啦。以往咧淨係得魔犬 CX08 嘅抽包入邊嘅01同埋03有 W 嘅啫，所以長期都係入唔到手噶。首先咧就介紹下呢個超越印 O 先。咁樣咧呢個印咧係由5枚比較圓滑嘅印去組成啦。塗裝部分嘅膠咧都特別厚啊，去增加翻外圍嘅重心，從而增加呢個持久力嘅。然後咧就到古邊金屬印啦，4枚印咧比較圓滑嘅設計，可以去化解對手嘅攻擊。官方咧就話金屬印凸起嘅部分可以用嚟壓倒對手。之後咧就係 W 嘅輔助印。厚重嘅圓形設計可以化解對手攻擊，同時令自己大幅增加持久力嘅持久型輔助印。之後咧就係570嘅核輪，由5枚印組成70高度嘅核輪。最後咧就係今次抽包嘅新部件 NR 底，佢採用球狀嘅設計，比起 B 底嘅闊度更加窄。接觸面積咧更加細啦，咁樣就有利翻呢個回轉嘅時長。重點係粒底採用10齒嘅設計，10齒設計首次咧應用喺持久型軸心嘅。平時比賽大熱嘅 R 底都係10齒設計，咁樣呢個設計令到陀螺上帶加速嘅時候啦，同埋速度更加穩定，冇咁易自己衝落去2分窿同埋3分窿。係中意玩持久型玩家嘅一個好選擇嚟。咁依家就到磅重時間啦。首先係呢個腕龍 chip， 佢咧係1.74 gram 嘅。其次就係 O 嘅超越印，就係3.66 gram 啦。之後就係古邊嘅印擊環啊，27.8 gram。跟住係 W 環7.1 gram 啊 ，NR 底1.88 gram， 最後就係570啊，6.66 gram。咁樣成隻咧，成個面嘅重量咧就係40.3啊，最後咧成隻就係48.96 gram 啊。咁樣今個月咧仲出咗個黑綠色嘅旋風發射器嘅。上面咧就有啲綠色嘅印刷咁樣啦，中意嘅咧就可以去買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就到我哋嘅對戰環節啦。咁左邊嘅係長空天馬150R， 右邊嘅係腕龍古邊 OW570NR 嘅。預備 ，3、2、1 ，Go shoot！持久勝利。Ready, 3, 2, 1, go shoot！
好，持久勝利。好，ready， 3、2、1， Go shoot！音好，持久勝利。Ready， 3、2、1， Go shoot！ Ready， 3、2、1， Go shoot！ 極限勝利嘅係哇，好啊！經過啱先嘅對戰環節咧，腕龍鼓邊嘅戰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啦。咁樣 NR 呢粒底咧都算持久嘅，更何況呢次抽包仲有 W 環啊，非常之值得去入手啊！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